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0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了一个升 V 型，也谈不上升 V 吧，就是总之前面是震荡，然后跳水，尾盘又拉起来了，这个走势非常熟以前在3000点以下经常这么走，对吧？盘中跳水，尾盘也给它收起来，因为这个收比较好收，它就靠拉那个大盘股就行了。今天沪指对吧？尾盘收涨0.67，深成指涨1.9%，成交量是萎缩只有1.56万亿，比昨天缩量2000亿。上涨的个股4516只，盘中跌破3300点之后，它就反弹拉起来，这个要注意观察。如果多次都这样，那就说明有人把3300点当做3000点运作，对吧？一破3300就神秘力量去拉，一破3300就去拉，那么这个就像极了以前那个一到3000点就拉。关键要看会不会持续缩量如果明天成交量进一步下缩萎缩这个就是不祥之兆。胡适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可以震荡，也就是到12月初12月10号左右。至于这个胡适点位到哪里，这个还有一些前监管的村长，还有一些专家，对吧？看法都不一致，各有各的说法这个高盛他又发出预测，根据这个中证金牛座，然后高盛11月18日发布的2025年展望报告预计，深中国指数和沪深300指数在2025年将分别上涨15%和13%，主要得益于每股盈利增长和适度的估值增长。他这主要说咱们胡适那些上市公司利润在增长，这个就不好说了从行业来看，高盛主张将消费板块纳入投资组合，并上调医疗保健和券商板块评级。此外，高盛认为，随着化债方案落地见效，公共和新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可能会加速，可关注消费和基础设施板块表现。这个高盛认为咱们沪深指数能涨13%，民盛中国指数能涨15%。有网友就说了那是不是跌后涨那还有2个月或者1个多月后面会不会先跌到2800，然后再涨到3100？你看看涨了15%。高盛的这个预测又是非常乐观非积极看好。但是关于胡适，尤其是沪指为什么长期在3000点，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谁说的，对吧？大家自己去看应该认识。你要炒股的话认识这个说话的人是谁。他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家对3000点非常感兴趣。这个3000点从哪儿来的？大家一起看视频。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是打引号的目标那么我们心中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心中的目标，也不能说以我的心中的目标为准，是吧？而是以这个领导层，大家知道这个领导层那么我们还回到这个上证综指，因为现在大家不盯那个什么沪深300什么中证500很多，不去看那个那么还是看这个上证综指。所以我们的这个目标呢，大体上是3000点，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现在已经超过目标了。这个呢是谁也不会说的谁也不会说的但是这是心理的目标，我们叫心理目标可以这么来概括就是低于3000点的时候，就我讲的上证综指现在因为你讲别的指数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就是上证综指是低于3000了，我们认为这个市场是偏熊市了就是这是多少年的一种这个心中的一种这个，但是你说有多少科学依据也没有因为是谁定的呢？也没有人定没有人定就像有一点类似我们过去就是前几年现在破了，人民币汇率不要贬过7这个谁也没定过，这个因为我是了解情况的谁也没定过。这个谁也没去计算过，如果破了7就怎么样，对我们影响就不得了，不是这样的。就原来呢，就是不破7，这是一个观念这个3000点的这个是一致的但是大家看到7是破了的，对吧？现在昨天我看到是昨天7块2毛5了贬再高的时候是7块3嘛过了7块3嘛。所以现在看呢，这就是我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了，就回到这是个心理的目标。没有科学依据计算的，也没有任何文件和指令的，没有人指定的。
啊，但是呢，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如果低于3000点了，这个市场有点偏熊市了啊，不是太好了，不是太好了啊。如果高于了，那总是还可以吧啊，就有点类似咱的破7一样。所以那时候你看人家破7好紧张啊，不是我们紧张啊，是高层领导紧张啊。那其实没有什么事，你知道吗？那破了不现在破了吗？所以你理解吗？啊，没有任何的这样的目标，但是呢，大家会有这样一种共识啊，一种心理的共识啊，大概是这样。130万100万，这个你算得出来的，这种我认为不可能的啊，这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因为我认为是不可能。那你说6000点可能是200万亿了啊，有可能我不知道啊，我没算了，这个你们可以算的，这个数可以算的，对吧？所以那你跟你这个期望，那就可能是有差异的。在您的观点里面，4000可能就是比较高的那个。老师，那就很高了，很高了，没错，那很高了，很高了。因为我觉得很多客户他现在也是非常看好，他钱要拿去补股市，是的，其实也是带着很大的期待哈。对。然后这是一个问题，那我心里有数。你心里有数了？你看今天啊，我刚才看了，今天收市还是涨的，涨的是3469点。97万亿，你就算吧。就将近100万亿，就是市值啊，我讲的市值嘛，才3400点就100万亿了，你说你还能涨到6000点？不可能的，我认为不可能的。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有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叫国家队是吧，在里边对这个市场进行一个操控是吧？我们就有认为是他用人工智能的程序来做这个。没有。这是误解的。第一啊，这个国家队是这个时候是不进来的，因为我刚才讲了，就是回到那位同学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致起来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股市很低迷的时候，他才会进，因为国家队是托底的。那么什么叫低迷呢？我也不能说，我刚才说，我也不能，也没有人说啊，不是我不能说，是没有人说过。但是呢，人们当中有一个心理的价位，我就讲这个嘛，还是回到这里来，跟汇率是一样的。3000点以下，国家队才可能进；3000点以上是不会进的。所以呢，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国家队一定是保底，就是底嘛，底部嘛。比如说2600、2700、2800，这都是可能的啊，都是可以进的。所以现在是不会进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国家队现在目前还没有建立人工智能，还没有量化交易，没有量化交易，没有，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没有。那以后有没有我不知道，对吧？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嘛，那你也不能说永远不有，你这个我也不能说这个打这个保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现在是没有人工智能的，完全是这个手工操作吧，就是在靠人嘛，不是靠智能的，好不好？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就到此结束，肖老师。好，或者留给大家最后一个问题。这个视频虽然有点长，但是我想大家看完之后非常有收获，你用心去听，这里面信息含量太大。这个视频能传出来，我认为啊，你要想了解大国，你要想了解胡适，应该多听2遍。俗话说得好啊，这个退休的官员呢，他经常会说一些实话，退休了好像这个包袱就少一点，有的时候啊，偶尔就说一些真话。你看那胡锡进就是啊，这个3000点还有这个汇率期，没有人给个说法，没有人说拍板说就这么多，都是大家约定成俗的，就认为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的，就认为期过了就不好，就认为跌破3000点就不好，3000点以上呢就够了。这个视频的这个人啊，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对吧？现在是90多万亿，你想想，你4000点那是多少万亿啊？大概是140万亿或者130万亿，大家可以算，比 GDP 还高。他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你就知道为什么涨不上去。但是这个是从他的角度看啊，我们每次说这个胡适啊没法走牛，涨不上去，是因为什么？一个是你制度不完善，对吧？你的监管根本就跟不上，该管的管不了，不该管的抓得很细。然后你上市公司的主体一个个的欺诈上市、做假账、违法减持、各种信息披露啊、违规、大股东占用，参与的人呢一个个跟赌徒是一样，没有什么价值投资啊、长期投资啊这种理念，整个资本市场
场它是以融资，对吧？解决企业融资难为宗旨的。那所以我认为目前沪市很难走好。如果说啊，它的市值达到130万亿，这个我认为是可以的。问题是你达到130万亿，你这整个资本市场能产生多少利润？就这么多上市公司每年有多少利润，对吧？它有多大的成长性，对吧？如果它一年能带来15万亿的利润，我这是举例子啊，那你这它130万亿有什么关系呢？它就是200万亿也可以啊，对吧？还是看你上市公司的质地能够创造的利润。但是他这个说法至少代表了很多监管还有上一层这个领导他们的这个想法，比重不能太大危险，一旦失控那就麻烦了，对吧？所以说大家都对未来这个点位太高不看好，但是原因还是不太一样。前几天咱们放了一个，对吧？也是原官员的原监管的副主席，你看人家说的，对吧？他主要从监管角度，你不该管，既当运动员一当裁判员，权力太大，对吧？你让谁上市，谁马上就财富自由，点石成金，你是这么大的权力，然后又不受制约。你看啊，这个首届创业板发审委再有一人失联，跟那个前2天被抓的那个李小强一同连任3届委员。首届创业板的发审委啊，又一个失联了。国信证券的副总裁叫吴国访，就我在回忆啊，这我不能肯定，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这个乐视网是不是他们批的？现在买单了啊！由于他这个身份啊特殊，所以他说这样的话，认为3000多点已经高了，那言下之意就是要跌到3000点，大家才踏实。所以这个一下啊，这马上激起千层浪。但是我想啊，这个视频虽然有5分钟，但是他说这个话一定有前因后果的，对吧？问他话的人恐怕也有这个背景，对吧？也有这个上下文啊，所以掐他中间这句话不一定能完整反映他的意思，但至少啊有那么个思想，对吧？认为这个现在点位还是高，所以为了消除啊他的这个视频在网上的流传和造成的影响，所以昨天说这位演讲的人啊立马说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光明，未来可期。然后这个现任村长又说啊，资本市场长期向好的底层逻辑将更加稳固。赶紧打气啊，不能有人在这撒气啊，这不就是在这个撒气吗？泄气啊，按照这个正能量啊小粉小红的说法，那这不就是唱空吗？这比我这行为还更加恶劣。我们再看啊，这个北京商报啊又跳出来啊，发表一篇文章说啊，慢牛并非要为市场降温，而是在提升牛市的质量与时间。也有什么新发现啊？你看他的理论说，近期围绕单不得疯牛要当慢牛观点争议不断，尤其是将其解读为市场降温的信号，属于典型的误读。A 股行情走出新行情，交投火热，成交额持续破万亿，由弱转强的趋势有目共睹。政策层面利好不断，呵护市场意图明显，成为 A 股行稳致远的有力支撑。从政策落地成效及未来预期看，监管层追求的一直是中长期的持续性利好效应，呼应的是资本市场慢牛行情。924行情拉升市场信心，但也要警惕出现非理性泡沫。牛市需要过程和时间，更需要把握好火候，短期冲得太猛，可能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反而对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不利，甚至还可能挫伤市场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做多信心。慢牛非但不是为市场降温，反而是在提升牛市的质量与时间。 A 股近期日成交额持续破万亿，具备慢牛行情向前发展的流动性，唯有理性的投资环境才能留住场内资金，适度的赚钱效应能吸引场外资金陆续进场。疯牛多投机，慢牛多价投，一个暴涨暴跌的市场对外资以及国内耐心资本的吸引力会大打折扣，相比风险系数很高的投机收益，价值投资更让他们安心。这个说法对的，有道理啊，只有慢牛啊才会更有吸引力啊，让这个参与者能赚到钱。但是啊，无论是慢牛还是疯牛，你不能靠监管去控制，应该由市场决定。那怎么样让市场决定呢？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个股市要进行治理。治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这些上市公司严监管，对吧？欺诈上市、违规减持、财务造假，这些大股东占用，对吧？这些违法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这些做法，应该一票否决，严惩不贷。只要他敢做，你就敢把他踢出股市，对吧？加大退市力度，该上市的一定要让人家第一时间上市，不能拦着人家；该退市的第一时间把他踢出这个股市，对吧？让这个市场正向循环起来，把这些赌徒啊，还是
是让他自己退出市场，让更多的机构加入。这个机构啊，对吧？也不能散户化，那些散户化的机构也要加强淘汰，对吧？你只有这样，它市场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慢牛，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健康的。不是你号召慢牛，你对吧？你也不管这些，完了就在那喊慢牛，咱们涨慢一点，那谁听你的？你越说涨慢，它越要涨快；你越说让它稳住，它越要下跌。我们再看啊，昨天啊还有一个奇葩上市公司啊，叫有颜新材。这家公司好像没有明显的利空消息，但是昨天尾盘呢突然跳水，大家这个很奇怪呀，以为这公司会有什么利空消息要出来，也没有。然后就有好事者啊，有记者就打电话给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而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啊，也很简洁明了啊，问他为什么跳水，对方回答可能是傻逼砸盘。这个有颜新材前面好像涨了几天，连着涨了3个涨停，突然尾盘收盘跳水，一个简明扼要的回答，傻逼砸盘。这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又有人恶作剧啊，跟那个苦瓜脸一样，结果是他真有其事啊。但这个媒体他没有说他问的是谁啊，如果他问的是有颜新材的董事会的叫董秘或者叫证券办公室，那他不应该这么回答，那交易所应该批评他，上交所啊应该责令他改正。但是如果你打电话是问了人家什么总裁办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办公室，或者是销售处，人家不负责投资者关系，那人家说啥你也没法要求人家。一个上市公司啊，跟投资者面向投资者的窗口，对吧？应该是叫证券办公室，或者叫有的叫投资者什么关系处啊，都属于归董秘管了，有的直接就是董秘，也就是你要问错了人，那你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我们再看看啊，这个胡锡进老师啊，他今天发了个微博啊，这个微博啊，深情的回忆了他当年在南斯拉夫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他在南斯拉夫结识了一位朋友，然后到北京来看他，朋友是带着全家来的，这个勾起了胡锡进老师凡尔赛式的回忆啊，说自己不断的出入波黑战场，在不同的地方穿越交火线，自己一个人在那片破碎国土上奔走的孤独，还有做记者时的豪迈和骄傲，直到今天回忆起来，还在他的心啊还在颤抖。我感觉啊，胡锡进老师就都是在内涵加藤老师啊，对吧？你看胡锡进老师回忆的都是高大上的，都是在前线交火亲历战争，加藤老师是走街串巷胡同串子，对吧？那时候正在卖大力丸，表演这个什么油锤灌顶，胸口碎大石，乱掉重物啊。那时候胡锡进老师已经，对吧，在听着子弹的呼啸声啊，不停地按下快门。然后胡锡进老师发表感慨说啊，尽管老胡很崇尚战地报道，但我希望未来是一个战地记者们逐渐失业的世界，就再也没有战地记者。可以认为啊，这是胡锡进老师对最近啊很多大 V 纷纷的表示要通过一战来证明大国的实力，纷纷要动战争啊一个回应啊，也就是胡锡进老师对夹头的这些粉丝啊，这些夹头的这些徒子徒孙一个反击，未来不要打仗，对吧？这是叫旗帜鲜明的反战。最近啊，爱国大 V 正能量，对吧？纷纷的发表这种好战言论，给人感觉啊，好像是似乎是嗅到了什么味道。实际上，我认为啊，是因为这个自媒体现在卷得非常厉害，然后这个爱国赛道啊尤其卷，正好夹头老师被禁言，所以夹头的这些表面上看是朋友、是拥趸、是粉丝，实际上是他的有力的竞争者，因为都是爱国赛道，所以他们要瓜分原本夹头老师的这个流量，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出位博眼球啊，对吧？你左我比你更左，对吧？你正我比你更正，对吧？实际上啊，他们是通过这些出位的言论来瓜分夹头老师的这个地盘。我记得啊，胡锡进老师被禁言的时候，那个北大的发了一篇微博，阴阳怪气，说这个啊，胡锡进老师3000万粉丝，竟无一人是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胡锡进老师说话的。但是刘继鹏不是替胡锡进老师带话了吗？你看夹头老师7000万粉丝，按照北大教授说法，那不是更惨吗？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的，或者为他传递消息啊，连三妈自己都不愿意提起。可见啊，他们之间所谓的友谊，所谓的同一战壕，不过是互相踩着梯子而已，互相利用完了，就像一块抹布一样就扔掉了。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